有民众昨暗呢，伫咧台74线快速道路看到一台价底盘的公车，这哪驶引擎哪导火，驾驶是驶要500公尺才停落来。加在这公车顶头是无旅客，驾驶赶紧用灭火器来拍火，要那这引擎导火原因，佫需要调查。 民众开车未来车道切到中车道，但是正面头前一台巨业公车车尾煞突然间导火，而且也佫有可能漏油，所以有部分的火也佫直接落在咧车道顶悬，公车就安尼沿路导火，也佫乌烟，民众惊到赶紧减速，而且佫再切转去内车道，就惊去导火的公车影响到。林姓男子驾驶客运下班欲回厂途中，后侧引擎室不明原因起火。 其发现有异，遂将车辆停靠于外侧车道，并自行使用灭火器扑灭。所幸车上无乘客，无人受伤。公车导火状况发生伫咧初一29号深夜将近11点，民众开车经过74号快速公路潭子路段，看到这使人惊吓的状况，警消随后嘛接到报案，赶到现场。不过到场的时阵，公车驾驶已经家己灭火。当时的状况是，确实是车子要回去车厂的路上啊。那驾驶员发现后方引擎有冒火的时候，当下赶快紧急到公司的流程上紧靠路边嘛，然后拿灭火器灭火，然后当然火势很快就扑灭了。规约交通表示，该公车是柴油引领，当时要开转去车场，车顶并无载客。 要搁进一步检查，才会使确定起火原因。台龙市交通局已经要求该公车停驶，而且全面加强其他车辆检查，也有保养，确保乘客安全。公司新闻大量报道。